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獲優質教育基金贊助，推行學前教育全人發展學校網絡計劃。計劃以5種策略：音樂、戲劇、美藝、故事同運動作為教學切入點，以促進幼兒全人發展。中大嘅學校發展團隊以夥伴協作嘅形式，同老師一齊備課、觀課同作課後檢討，為學校訂定適切嘅課程同發展方向，提升課程領導嘅能力同教師嘅專業能量，改善教學質素。鳳溪幼稚園係計劃嘅其中一間種子學校，學校希望每位幼兒能夠健康同快樂咁成長。因此，選擇以運動作為教學策略，配合寬敞嘅校園，培育孩子全面嘅發展。為咗讓幼兒親身體驗以運動作為切入點嘅學習，同時利用感官融合唔同嘅學習範疇進行綜合學習。今日老師將校園嘅草地作為學習地點，邀請幼兒一齊尋找烏龜媽媽遺失嘅蛋。一陣間聽到音樂咧，就請你幫我揾啲烏龜蛋啦，自己入去啦。我哋可以俾小朋友喺戶外裏面多方嘅探索，咁令到小朋友佢哋嘅學習會嚟得自然一啲咯。究竟個位置會放喺邊呢？咁冇又應該點樣解決呢？點樣可以幫到身邊嘅朋友仔？透過尋蛋活動，幼兒喺身體發展方面練習肢體嘅基本活動技能。老師亦引導幼兒先觀察，再運用語言表達點樣將蛋分類，藉此提升幼兒嘅語言同數理邏輯思考能力。你同佢有咩唔同啊？有大細唔同，仲有冇？另一方面，學校亦會滲入美藝、故事、音樂等元素，以擴闊幼兒嘅學習空間，讓幼兒得到多元嘅學習經驗。呢一日，幼兒嚟到校內嘅烏龜池寫生，經過仔細觀察之後，再將烏龜嘅模樣畫出嚟。後邊有乜嘢啊？尾巴係喎。佢真係知道有留意到烏龜真係可能腳趾同腳趾之間係仲有啲蹼啊，比我哋過往見到佢哋做繪畫嗰樣嘢係細緻咗咯。音樂同身體動作有密切嘅關係，音樂嘅旋律能夠幫助幼兒改善肢體動作，增加幼兒嘅學習興趣。小朋友喺輕快嘅音樂旋律下扮演小烏龜同埋小雞嘅生長過程，顯得好有興趣。留心聆聽呢段音樂先，我哋聽下先。佢哋都會觀察到烏龜，佢哋會識得爬行啦，識得游水啦。咁可能佢聽到快嘅節奏，可能佢哋又會喐得快啲；慢嘅節奏，可能游水佢又會游得慢啲。佢哋滾嘅過程裡面咧，會創作咗唔同嘅肢體動作咯，會多元化咗。喺扮演小烏龜做運動嘅環節，幼兒為自己製作烏龜殼。佢哋先搜集物料同製作，然後向同伴介紹自己嘅設計。佢哋亦會帶上烏龜殼參與體能活動，由創意嘅肢體擺動到製作同欣賞美勞作品，都可以培養幼兒嘅美感發展。原來攞咗個蘋果殼，愛嚟做嗰個我設計嘅龜殼同你設計嘅龜殼唔同嘅。咁我哋喺呢個過程裡面，我哋會見到小朋友佢哋咧多咗傾啦，而喺一啲情意方面會見到佢表達多咗嘅。運動可以鍛鍊幼兒嘅大小肌肉活動能力，發展佢哋嘅方向同空間感，更能夠帶動正面嘅情意發展。佢哋透過身體動作表達情感，感到身心滿足，亦能夠喺集體遊戲中認識同正面處理自己嘅情緒。我係大迷鷹，我嚟啦！小心啲喎！
多啲嘅身體擺動啦，同埋學下閃避啦，同埋遇到真係跌倒啦，咁點算呢？輸咗嗰個俾人捉到又點呢？有一個勝負嗰個分別咯，等佢哋去即係從小就培養佢呢方面嗰個嘅態度。以運動作為切入點嘅學習，能夠讓幼兒學習正面表達個人嘅感受同需要，亦增加幼兒互相合作嘅機會，提升與人相處嘅技巧，享受群體生活嘅樂趣。可見身體、認知、情意同群性四者之間具有互相牽引嘅關係。除咗老師以外，家長們亦睇見小朋友喺成長方面有明顯嘅進步。我個女係好中意動物書嘅，咁以前咧讀到動物書嘅時候，佢可能淨係關心呢個動物係咩顏色，佢開始關心咗更加多，譬如佢係點樣蔓延落嚟㗎，佢嘅祖先係乜嘢樣，而唔係淨係好片面。中大團隊亦會到學校同幼、低、高3級嘅老師一齊設計課程，構思教學策略同檢討教學，以配合校本課程發展嘅需要，讓小朋友可以全面同均衡咁成長。有咗中大嗰個團隊嚟嘅加入我哋學校啦，咁更加能夠清晰到究竟我哋喺編排課程上邊點樣能夠更加聚焦，更加能夠凸顯到喺體能發展裏邊點樣切入去我哋嘅主題啊！最大嘅轉變係因為我哋嘅教案，自從即係栽咗種子計劃之後咧，譬如我哋高低幼3級其實都嘗試緊一個主題嚟做㗎啦，令到3級嘅課程更加統整同埋更加有層次咯。令到我哋個課程更加完善、更加完整咯。咁我哋都會用翻呢一個改善咗嘅課程模式，就會延伸開去，希望嚟緊我哋呢個課程裡面會更加令到小朋友全人嘅發展咯。計劃希望課程帶領者同老師能夠將本年度所得嘅經驗，透過校內網絡嘅分享，將知識承傳以及經驗擴散，讓小朋友嘅學習更為全面。